望翻高遠，好啦。Toby 轉，窄啲，阿威唔使停。Toby 停，好，威唔使停，好啦。Hector 望遠，好 ，Toby 行，繼續去。阿威轉，全世界跟住轉。阿威停，好 ，Toby 停 ，Hector 繼續側邊過埋嚟，停。誒，點解咁啊？你講，你解釋。扣咗極力子。其實唔係，冇扣極子，不過你一落就扣個頭仔一扣停嘅車。頭先已經有距離要停㗎啦嘛，咁離入氣已經開始 stand by，開始慢慢落啦嘛，唔好落咁急。好，再嚟開始，開車全世界。嗱，攞經驗啊！因為最難咧，最容易落黃金右腳就係右轉，最容易落黃金右腳就係右轉，再加埋斜路。阿威停，其他跟住行，Hector 轉 ，Hector 過，跟住過 ，Toby 停，好，去得個威。係啦，試下陣間唔好死火嚇。好啦，去得 Toby 轉停，繼續後邊繼續。好啦，阿威繼續停 ，Toby 轉望遠右啲落嚟，入去停。係靚仔，繼續去出發。Go 轉，後邊跟住轉，轉，好停，後邊跟住側邊停，慢慢右啲停，視線望遠，停，右轉慢慢右邊望遠就慢慢停，開車再 ，good 做得好。轉，你入去早少少落咯，早啲先慢少少落咯，唔使急啊，停車唔使急住落嚟入去㗎嚇。好，轉 ，Hector 停 ，Roy 停，好，哎呀，望喺邊度？阿 Roy，係啦 ，OK， 你一中時咧見到㗎啦，望望個標板位置以下嚇。好，再嚟開車，唔緊要啊，呢啲係經驗嚟㗎。你要練習到喺任何環境情況下停車，記住都唔好急。望返上嚟 ，Hector 轉 ，Hector 停，其他跟住過，望遠唔緊要啊，唔好冧車得㗎啦，繼續啊。Roy停，係啦，冇急，停，係冇錯啦，開車，再嚟，冇錯啦，原來可以唔冧車嘅，記住。你哋經過啊地獄式訓練係嘛？你哋講啊，地獄式訓練好啦。Roy轉，阿 Roy右啲落嚟喺度停，視線望遠，拖住掣，停，繼續 Hector 停，嚟好進步啦。不過死咗火 ，OK 唔緊要。其實咧幾時落嚟入去咧？臨停定啊，慢慢落嚟入去得㗎啦。OK， 再嚟開車高。轉，望返上嚟，望返遠，阿威轉，後邊跟住過，阿威停，Toby停，冇急，轉 ，Hector停，係啦，好嘅啦，落嚟入氣，最後尾嗰下就停嘅時候慢慢落嚟入氣，好，開車再高，再嚟，而家開始攞返個竅門啫嚇，唔使急㗎。轉
望高，幾急嘅停車都唔好急，繼續去，唔好望地下。睇住啊，有車嚟緊啦，轉埋先啦，轉埋先啦 ，Hector， 轉埋先啦，有車跟住你未啊 ，Hector， 睇住啊，好開車，過 ，Hector 轉，你入氣停，係咪做得好咯？繼續向後邊開車去 ，Hector 開車，過轉。開停，右啲，拖住掣。好，望遠，嗱，望咗標板啦。好，開車，停。係 ，good， 揦埋你入氣，冇揦你入氣停車。有冇揦？有冇死火啊？好，開車去，轉 ，Hector 停，右啲落嚟入氣，冇急，冇急，好嘅唔緊要啊。知道原來嗱，記住，知道原來右轉咧唔會冧車㗎，只要咩啊？唔好望地下得㗎啦。你咁急轉啦嚇，都冇啊。阿威轉。望遠，腳掣，你入氣，右啲，你入氣落，停，好，轉，繼續去，回頭望轉 ，Hector 望遠，你入氣 stand by， 停先落，係啦，停嗰時先落，好，停 ，stand by 你入氣，右啲落，望遠。stand by 嚟入氣，右啲落望遠，係開車高 good， 嗱開始掌握個氣門啦，陣間個車可能要打橫咗，再嚟停車，轉，望繼續去啦，唔好急 ，stand by 嚟入氣 ，stand by 嚟入氣，停，唔好急 ，good， 轉 ，stand by 嚟入氣，慢慢停，望高。轉 stand by 入氣，慢慢停，望高 ，good， 靚仔晒啊！啊，就得唔得 ？OK，好。